小朋友，你哋有冇喺屋企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發生爭執，或者喺學校入面，因為玩具而同同學互不相讓呢？喺一個美麗嘅花園入面，一班可愛嘅小動物正開心咁進行各種活動。然而，一場小小嘅爭執突然發生，佢哋你追我跑，氣氛一下子變得緊張，甚至差啲要打起交嚟。究竟呢班小動物最後點樣化解衝突，恢復和諧呢？快啲嚟睇下故事，揾出答案啦HY Story。熱鬧的花園，係邊個瞓緊覺呢？原來係小貓。小貓克洛伊蜷曲住身體，正準備喺陽光下瞓晏覺。但每次當佢快要入睡嘅時候，煩人嘅小狗丹尼就吠起嚟，追住克洛伊喺花園入面跑。你聽下，小狗嘅聲音真係好響亮。克洛伊一邊喵喵叫，一邊露出佢嘅爪子。丹尼則繼續吠叫。呢個時候，兔子波比一跳一跳咁向佢哋走嚟。你哋兩個唔好再打交啦！佢跺住腳講。克洛伊同丹尼望住波比。可能我哋應該要追趕你。佢哋話。呢個時候，從蘋果樹上傳嚟一陣吵鬧嘅鳥叫聲，令佢哋停止追逐。原來係頑皮嘅鸚鵡佩里喺度尖叫。係邊個發出嘅噪音，同埋不停互相追逐？如果你哋唔安靜落嚟，我就用我嘅尖嘴巴去啄你哋。所有動物就嚟打交啦！就喺呢個時候，開心嘅倉鼠哈美突然出現，抬頭望住佢哋。吱吱吱吱，夠啦，夠啦，吱吱！哈美大聲叫，唔好再吠，唔好再喵喵叫，唔好再追逐。唔好再揼腳，亦都唔好再啄啦。哈美講，呢個花園好大，可以令我哋每一個都有足夠嘅活動空間。哈美講得啱，花園真係好大，可以令佢哋每一個都有足夠嘅空間活動。由嗰時開始，動物每日每刻都一齊快樂咁玩耍啦。小朋友，你同朋友都會好似小動物一樣，會發生爭執嗎？有時候，大家因為誤會或爭奪而鬧唔愉快，但係透過溝通同提醒，大家可以揾到更好嘅方式和平共處。倉鼠哈美嘅話點出咗重要嘅道理，空間夠大，大家都可以自由活動，冇必要爭鬥。當爭執發生時，冷靜落嚟揾合理嘅解決方案，比單單爭吵或者生氣嚟得更有意義。小動物最終學會在一齊玩樂，而唔係互相對抗。呢個係一個美好嘅成長過程。
動物小百科。故事中出現咗唔同嘅動物，你認識邊種動物呢？一齊嚟睇下啦。貓，貓咪係溫柔又好奇嘅動物，擁有柔軟嘅毛、閃亮嘅眼睛同長鬍鬚。佢哋鍾意曬太陽、玩耍，並透過喵喵叫同呼嚕呼嚕聲嚟表達情感。貓咪身手靈活，可以跳躍、悄悄行動，好似小探險家一樣探索世界。佢哋仲會用尾巴表達心情，或者親近人，伸嚟伸去，或者獨立咁待喺鍾意嘅地方。無論係邊種貓咪，佢哋都係可愛嘅夥伴，帶嚟溫暖同快樂。你都鍾意貓咪嗎？狗，狗係活潑又友善嘅動物，擁有軟毛、閃亮嘅眼睛同靈活嘅鼻子，可以聞到各種味道。佢哋用汪汪叫表達情感，開心時會搖尾巴、跳躍，邀請人一齊玩耍。狗忠誠貼心，能夠喺你難過時陪伴同安慰你。佢哋鍾意跑跳，特別鍾意玩波，有啲仲聽得明指令，好似小冒險家一樣聰明。有啲狗毛長長，好似棉花球咁，有啲耳朵大，聽力好。無論邊種狗，都係帶嚟溫暖同快樂嘅好夥伴。你身邊有冇可愛嘅狗？兔子，兔子係溫柔又活潑嘅小動物，擁有軟綿綿嘅毛、大耳朵同愛跳躍嘅小腳。佢哋鍾意啃紅蘿蔔同青菜，並用靈敏嘅鼻揾食物。兔子嘅耳朵可以聽到遠方嘅聲音，幫佢哋了解周圍環境。開心時，佢哋會跳起身，好似跳舞咁，並用前爪整理毛髮。兔子鍾意喺草地休息或者躲入溫暖嘅小窩。佢哋有唔同嘅外觀，但無論係邊種兔仔，都係可愛嘅夥伴，帶嚟溫暖同快樂。你鍾意兔仔嗎？鸚鵡，鸚鵡係聰明又美麗嘅小鳥，擁有五彩羽毛，仲可以模仿人講嘢。佢哋用彎彎嘅嘴巴啃食種子同水果，腳就可以穩穩抓住樹枝。鸚鵡鍾意飛翔，展翅時好似彩虹咁耀眼。有啲鸚鵡愛結伴，喺樹上傾偈，梳理羽毛，好似好朋友一樣。無論係邊種鸚鵡，都係帶嚟快樂同驚喜嘅美麗夥伴。你見過鸚鵡未？倉鼠，倉鼠係圓滾滾、毛茸茸嘅小動物，擁有亮眼、短尾巴同靈活嘅前爪。佢哋鍾意啃食種子、堅果同水果，並將食物存入殼囊，好似小包子咁可愛。倉鼠鍾意滑動、跑滾輪，運動量驚人，仲會梳理毛髮保持乾淨。有啲金黃，有啲灰色，仲有花紋獨特嘅種類。無論係邊種倉鼠，都係活潑可愛嘅小夥伴，帶嚟好多快樂。你見過倉鼠嗎？故事講完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分享。聽聽音樂，放鬆心情，準備瞓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晚安。